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iona 陳心妍，今集係7日通勝嘅第21集，講嘅日期係陽曆7月19至到7月25日，陽曆7月19日星期日，陰曆6月初6閉日，干支係甲午，沖生肖屬鼠，行早八忌係甲不開倉，午不掀蓋。甲日不宜打開倉庫，不然有財物耗散之忌。午日或者午時不宜開始做茅草蓋屋頂嘅工序。現代社會呢，則係屋宇平頂嘅過程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在天上，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頭、心、腹同埋手部。吉星有明肺星而安葬，而凶星有血之星不宜針灸。是日呢係天赦日同埋天放日，而祈福許願、消災解厄。適逢又係重陰節，相傳家家戶戶都食炒麵㗎。陽曆7月20號星期一，陰曆6月初7見日，干支係乙未，沖生肖屬牛。行早八忌係月不栽植，未不服藥。月日呢不宜栽植生物，不然所有嘅植物呢都無法順利生長。而未日或者未時就不宜服食藥物。因為未時走小腸經，將消化物溶解咗之後呢，就正在吸收，不然令到藥物嘅功效都失靈啦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天上，吉星有聖心星而祭祀，而凶星呢有三喪星，不宜行喪。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項、足同埋外畫。是日殺入中宮，家中呢不宜打釘或者轉牆，否則容易引起無謂嘅爭吵。陽曆7月21號星期二，陰曆6月初8除日，干支係丙申，沖生肖屬虎。行早八忌係丙不修灶，申不安床。丙日不宜修理灶台或者灶頭，不然呢就會見到遭殃，或者家中容易有火險。申日或者申時不適合呢收拾或者安置新床，不然呢恐怕容易有陰靈鬼怪入房作祟。三煞方在南，學神在天上，吉星有益後星而安產室，凶星有天父星忌出行。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肩、背、頭同埋腕。是日天上有司祿星會太陽於子宮18度，司祿星又名三台星，與司命同埋司中並合為三台星，又曰三宮星。日此日不能行吉兆，其所感召，工商恩盛，社會光昌，凡事預知，無不大利。最適宜所有嘅領導者同埋主管嘅。最佳曬太陽嘅時間呢，就係10點至到10點半啦。陽曆7月22號星期三，陰曆6月初9滿日，干支係丁酉，沖生肖屬兔。行早八忌係丁不剃頭，酉不會客。丁日不宜剃頭，否則頭上容易有生瘡嘅災難。而酉日或者酉時不宜會客，因為酉時就正係食飯嘅時候，客人餓住就唔專心同埋冇心機開會啦。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在天上，吉星有十靈星，凡喺寅、辰、戌、亥時出世嘅小朋友呢，都從小就會聰明伶俐，有書緣啦。凶星有血忌星，不宜殺生，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就係胸、肋、背同埋尻。陽曆7月23號星期四，陰曆6月初10平日，干支係戊戌，沖生肖屬龍。行早八忌係戊不受田，戌不吃犬。戊日不宜接受田產，不然主有不祥之兆。而戌日或者戌時不吃犬，因為犬肉有壯陽行血之效。正因戌時就係準備就寢之時，食咗犬肉就難以入睡啦。現代呢就則改為唔好食亢奮之物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在天上，吉星有兵吉星而出歲，凶星有土符星，不宜破土。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係腹、後、腰同埋背。是日凌晨3點13分開始進入大暑中氣啦，而72候方面呢，就係腐草為營嘅開始。古人認為螢火蟲就喺每年呢個時候由腐草變成噶。7月24號星期五，陰曆6月11定日，干支係己亥，沖生肖屬蛇。行早八忌係己不破勸，亥不嫁娶。己日不宜插火或者分家，不然雙方即有消磨之餘女。亥日或者亥時就不作嫁娶之事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天上。是日係歲之得日、月之三合日、天得合日同埋月得合日。宜於做和合，
和解或者傾談合夥之事。凶星有債等星，不宜安大門，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背、頸同埋鼻處。是日都係董公財日喎，多做啲吉慶之事，快則60日，慢則120日就會招財噶啦。陽曆7月25日星期六，陰曆6月12執日，干支係庚子，沖生肖屬馬，彭祖百忌係庚不經絡，子不問卜。庚日不宜用作於治療經絡嘅日子，不然會有傷害器官組織同埋破壞正氣嘅作用。而子日或者子時不問卜，因為子氣混濁，多有不驗。三煞方在南，學神在天上，一星有廢對星而啟讚，空星有小耗星不宜出財。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濕、木同埋無劑。是日亦都係為期20日嘅中伏開始啦，盡量就減少進食生冷嘅食物同埋凍飲。好啦，以上就係7日嘅通勝重點導航，希望幫到大家順風順水。中意我哋呢條片嘅朋友，記得動動你嘅手指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啦。我係 Fion Chan 陳心妍，我哋下集7日通勝再見，拜拜。